今日睇朗天豐現樓，發展商開放咗1A 同1B 座嘅26樓。我哋睇1B 座26樓 F 室先，實用365尺。眼見家私都係家私套餐有嘅，如果唔要家私套餐，2房單位回贈38000，1房單位回贈28000。留意呢間房闊1550mm，放床會比較難。主人房闊2100mm， H 室實用377尺，積型同頭先 F 室差唔多，主人房同細房嘅 size 都一樣，係個廳長咗少少。主人房單邊所以多咗 L 型窗，開闊視野。G 室嘅1房實用282尺。
房間呢闊2050mm，長2350mm。衣室單位實用292尺。房間闊2050mm，長2350mm。浴室係名廁，我哋去1A 座睇埋其他單位。呢個係垃圾房。1A 座浴室實用面積285尺，積型同1B 座浴室一樣嘅。不過景觀呢會扭歪咗。
浴室都係名廁嚟嘅。D 室同 E 室一樣，實用285尺，即型只係鏡像調轉咗。另外浴室係黑廁。C 室387尺，擺放咗家私。細房闊2050mm，長2050mm，可以放到床。主人房闊2100mm，長3000mm。A 室539尺，3房緊廚。細房闊2050×2150mm。房間闊2050×2125mm。主人房闊2300mm，長3100mm。B 室2房緊廚，429尺實用。
浴室油槍、細房長同闊係2050mm。大房闊2100mm，長3000mm。我哋睇埋3樓嘅單位，1A 座嘅 E 單位，景觀望會所內園。1A 座嘅3樓 A 室，實用539尺3房。呢個景觀呢，主要就望向街嘅。今集呢就睇到呢邊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